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的台北股市平盘震动，上尾也才起2点，以20235点收盘。但是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大部分拢是收红，大部分拢是起。但是台北股市哪像拢无好康到，是啥物原因呢？来看这个报道。 台股早盘开价平盘震动，比市场预算的搁较歹，伫咧证交所内引起讨论。开盘小看到17点了后，搁继续落又搁起，整体盘势是平盘震动。10点法人外资进场了后，搁撑起来，毋过过无半点钟又搁落。 明明美国29号是起价落少，受惠 Trump 的关税政策出现为永转鸽派的信号。四大指数当中，道琼收盘起300点，纳斯达克甲标普500嘛收红，敢若费城的半导体指数落0.92%。分析师解释关键伫遮。美超微在盘后公布它的这个第一季的季报，其实低于分析师的预期，盘后股价就已经先下跌16%了，就影响到今天台股相关 AI 伺服器的族群，晶圆代工的台积电。 再来就是我们的组装厂。台股当中 AI 伺服器的族群嘛受影响，台积电开价震动，广达、伟创、伟影嘛拢状况歹，台积电该面对900块的修复战。关税战到现在利空已经钝化了，高股息、高殖利率的一些族群，你可以利用今天拉回的时候来承接。股市盘中起起落落是拢有看的，不过金融、电机、食品、日零等是真眼目，表现拢相对较强，单股甚至捌起超过5%。若金管会主委潘金龙表示，台股是相对稳定，不过关系单盘结果、经济参数等拢需要长时间的观察。针对各界关心的限空令，会继续做动态调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